各位的同工，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早起就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伫咱的教会内面，咱要举行一年开始的中间的圣礼典，小儿的洗礼，成人的洗礼，咱要通过咱的所做，上帝欢喜咱做。或者受洗礼的人，伊伫一生的中间，不只向上帝告别，同时甲众人，咱的会众拢会得到真大的便利。通过洗礼，伊要归伫主的名的顶面，伊要享受永远的福气、永远的喜乐、丰盛的生命、主的祝福。所以，咱伫今早起的中间，特别的日的内面，兄弟姊妹，咱用喜乐的心。领受上帝的话，相信咱也用喜乐的心来向遮要洗礼的咱的兄弟姊妹来讲共和的话。伫今早起，牧师用希伯来书第5章，希伯来书第4章的16节到14节到16节，得到永恒的生命，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得到永恒的生命，甲咱做伙来分享。咱知伫第1世纪的时阵，基督教已经对耶路撒冷传到地中海逐个城市。咱伫遮城市，伫各地的教会中间，犹太人甲外邦人，伊拢组织来做伙。咱伫主后66年，就是犹太人因爆发了反罗马政府的一个革命运动了后，造成当时的政府。因对这百姓迫害，尤其是对这基督徒，也是对这教会来迫害。所以作者伊对这个环境的中间写这个批信来勉励基督徒伫一生的中间爱坚固因的信仰，无论是任何的境遇，因拢爱真坚强，应允的地来迈进，来跑走。这就是希伯来书伊真重要的一个信息。咱伫即个信息的内面，有4项的重点。希伯来书伊的中心的主题，主要是咧讲基督论。基督论，伊通过基督论，互兄弟姊妹更加了解基督伊的位格。基督伊伫一生的中间来到即个地面，伊所要做的事项，甲基督伊本身的位格。甲伊本身对人所要做的，所以伫真理的教导中间，希伯来书伫基督论有4个重点。伊第一个重点所讲的就是生存的基督，生存的基督。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阵，伫希伯来书1章的第2节中间有讲到着，宇宙是照着基督来创造的。所以咱对希伯来书的时阵，咱看到。伫旧约、新约的内面，真重要的就是基督，是这本圣经内面的一个中心，嘛是一个主上帝、耶和华上帝，伊所要做拯救的一个伊本身所要拯救，互人知显明的一个奥妙的真理。所以伫这个奥妙的真理，希伯来书伊所讲的，照理讲，伊是爱讲当时的事。总是伊讲到基督伫宇宙还未开始的时阵，基督就创造这个宇宙。所以咱看到的，咱的基督教的信仰内面，咱常常讲三位一体。所谓的三位一体，就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甲圣神上帝。所以希伯来书伫开始伫宇宙的中间，讲到照着基督来创造，这就是咧讲。圣神在讲圣子上帝是通过圣父上帝有好的旨意甲安排来的，所以伫希伯来书的1章2节，这有清楚所讲到的生存的基督，是还未即个地面的开始，还未创造的时阵，基督就就存在的。当希伯来书第2个主题有讲到的是耶稣的人性。耶稣的人性，这就是讲到的主耶稣刀正肉身踮伫咱的中间，
伫教导的中间有10遍，有讲到耶稣这个名。希伯来书有指出，伊上时有人性，就是伫希伯来书2章的14节，伊伫拗叫痛苦的中间，伊安那，伊恳求上帝会当帮助伊，互伊莫忍这个苦杯。因为伊到这个地面的时阵，伊知伊是上帝所互伊来到这个地面，要做拯救的工作，倒正热心要踮伫咱的中间，而且伊要完成上帝的旨意。伊知这是一个艰苦、一个痛痛、恶当当的事。总是伊伫伊咧祈祷的中间，咱看主耶稣，伊是一个认真祈祷的人。伊常常起做伊甲耶和华上帝密切的关系。所以主耶稣伊伫伊拄着遮艰苦、恶当当，尤其是伊要行伫死的道路的顶面，伊恳求上帝安那来帮助伊，伊大声来嗷叫，毋望会当安那，毋免行伫死的路的顶面，求上帝会当成全。总是伫祈祷的中间，伊有安那顺服上帝的旨意。后来咱看到主耶稣，伊后来伊献上伊家己伫十字架顶，伫希伯来书4章的15节的中间，有特别强调着，咱的主伊是无罪，伊是无罪，伊无罪来行伫即个顶十字架路的顶面，这是一种大的天。当希伯来书第3项所讲的基督，就是大祭司的职分，大祭司的职分。旧约的祭司有伊的等次甲伊的祭仪，每一遍的献祭就是互人会当家己知影家己的罪，通过遮个祭司的帮助，将伊的罪献伫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因为安尼家己会当洗清遮的罪。当伫咱即个经文的中间有讲到大祭司耶稣，伊会当体会到，伊会当成做咱每一个人的一个拯救，伊体会人的软弱。主耶稣是一个大的祭司，那主耶稣是一个大的祭司，伫希伯来书第10章的11节有讲，伊祭司是袂用的。人拄着遮个罪的时阵，祭司伊本身伊家己伊家己嘛是会犯罪，家己会犯罪。总是主主伊是无罪，伊要做人的帮助。所以伫90到14节的所在有讲到的，主耶稣伊是一个完美的祭，伊洁净咱的良心，除去咱腐败的行为，互咱会当搁完全来侍奉咱的上帝。咱伫即个经文的内面有讲到的大祭司耶稣，伫第5章的所在，佫有讲到一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牧师伫即台遮要讲即个麦基洗德的重点。麦基洗德伊是一个大祭司，伊是一个尊贵的人。麦基洗德是阿伯兰伊打败了基大老马甲伊的联盟的遮王的时阵。咱拢知影旧约中间真侪拢是咧征战，所以麦基洗德伫阿伯兰伊打败了基大老马的时阵，伊倒来到伊的赢的所在。伫索多玛王出来的时阵，索多玛王伫沙维古迄内遐伫咧迎接伊，所以沙维古当时代就是一个帝王府。咱对圣经中间的记载，麦基洗德。伊是撒冷王，撒冷王，伊看到阿伯兰伊拍赢了后的时阵，伊倒来的时阵，伊伫伊内遐就甲伊祝福，甲伊祝福，甲阿伯兰祝福，伊讲愿创造天地的主、赐权的主来祝福，阿伯兰。所以阿伯兰伊战赢了后的时阵，伊真欢喜，伊就将伊所得的1/10，10%来互即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但是咱圣经来甲看的时阵，麦基洗德这个人，伫圣经的中间，伊是一个极尊贵的人。伫圣经的记载内面，麦基洗德伊是一个公义的王，伊是撒冷王，而且伊是一个平安的王。牧师真深入去甲了解这个麦基洗德。圣经的记载中间，麦基洗德伊无父亲。伊嘛无母亲，伊嘛无族谱，
而且嘛要有生死的记录。伫圣经的记载内面有记载讲，伊甲上帝的囝三类事，永远伊的工作就是安那，就是祭司的工作。所以麦基洗德伊本身伊是祭司的时阵，伊甲无属伫即个祭司的下。也是即摆伫圣经记载内面，若是要做祭司即个服侍，上帝才会甲讲的人，爱对一个下来，就是对亚伦的下，利未人。无说伫顶礼拜的时阵有讲到，三种人，一种是啥？利未人，对不对？啊，即个一种是安那？好的撒玛利亚人。无说在讲的即个利未人，因就是安那？因就是伫圣经记载内面，因拢在服侍上帝才讲的人。但麦基洗德伊本身伊是一个祭司，人若有罪的时阵，将这牲畜撒到祭司的面前，互祭司安那献祭，伊的性命就得到洗清，伊的罪就得到洗清。总是麦基洗德这个重要的人，伊无有老爸，无有老母，无有族谱，无有生死的记录，伊只有记载伊甲上帝的囝三类事。那既然是安尼的时阵，麦基洗德照你讲，伊是无法度来讲祝福的话，甲阿伯兰讲祝福的话。总是呢，伫阿伯兰伊拍赢了后倒来时阵，竟然麦基洗德来讲祝福的话了后，阿伯兰领受了后，伊感谢上帝，伊将1/10安那1/10来献互即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圣经中间的记载。麦基洗德是一个王，伊是撒冷王，伊是平安的王，而且伊阁是一个大祭司。所以伫即个经文的记载内面，希伯来书伫记载麦基洗德的所在，拢总记载有13个所在。伫规本的圣经内底记载即个名有13个所在。伫牧师要讲即个麦基洗德，最主要得甲咱分享的。麦基洗德伫创世纪14章的17节入来遐，讲伊是上帝忠心的奴仆。咱伫过去的时阵，咱若准要有献祭的应允，伫位份的顶面位份大个，甲小个来讲祝福。所以，若是伫即个位份的分别的中间，麦基洗德是比阿伯拉罕佫较悬的位份，佫较悬的位份。所以麦基洗德伫当时代安那是受人真尊敬的。那上帝通过即个经文，咧甲咱分享，通过即本的圣经，咧甲咱阐明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伊的概念，甲麦基洗德安那是共款的。咱看到即个祭司，即个下，祭司的下是爱伫亚伦即个下甲会当做祭司。主耶稣敢是亚伦即个下？毋是咧。那既然毋是的时阵，是安怎才会走出一个大祭司主耶稣出来？这是互咱有当真奇怪。所以兄弟姊妹有真济兄弟姊妹，我教会兄弟姊妹咧问讲，牧师是安怎？主耶稣是大祭司？照你讲，伫圣经的记载内面，祭司只有亚伦的后裔才会当做祭司。总是圣经有阐明，通过麦基洗德。伊是一个王，伊是撒冷王，而且呢，伊是一个大祭司。咱的主耶稣就是有伊的位格，这是圣经中间的记载。所以希伯来书伊讲到的主耶稣基督，伊有大祭司的职分。大祭司的职分，人要献祭的时阵，伊家己安那，伊家己都会犯罪。所以这祭司伊要献祭，伊就爱先家己。来献伫上帝面前，恳求上帝来怜悯。这是大祭司本身的职分。总是到即个希伯来书有讲到的主耶稣是安那？伊家己最后的时阵，伊献家己本身，伊献伊的生命，这是永远的祭，是一个水的祭，互人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第四项，基督是新约的中保。咱的罪得救赎是耶稣基督的宝贵，因为耶稣基督，咱会当得到荣耀，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
主耶稣是咱每一个人愿望的根基。牧师在读以弗所书的时阵，以弗所书真济所在，互咱有真好的勉励甲鼓励。以弗所书真济，有当时啊，你读的时阵，你可能无了解，你爱看真济遍。总是伫以弗所书的内面，有耶和华上帝的真理。伊告别咱每一个人，咱只有我靠主，才会顶到永远的光。所以，兄弟姊妹，既然是安尼的时阵，咱每一个人因为你信，才会得到永远活。因为信，咱得到永远活，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中间，你要因为你的信来得到救。有的人咧甲我问讲，啊，一定基督徒才会得救吗？有的人的心非常的好，有的人对人嘛真好，也无做啥物歹代志，伊的一生的中间，通讲是安那，伊嘛是中规中矩咧做代志。我拢会甲伊回答，啊，真可惜，因虽然做遮侪好的代志，总是安那无够额的，就是因无信主。所以圣经中间的记载，只有信才会得到救。咱兄弟姊妹，咱得到信了后的时阵，基督徒咱要安怎信来行达？顶礼拜的时阵，牧师用迄个经文好的撒玛利亚人，有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咱有信，咱就爱安怎爱行，有信爱行。伫我读新人医的时阵，读新人医的时阵，新人医边仔有一间迄个文具行，叫做信用文具行。可能人读迄个台南新人医的学生拢知有一间信用文具行。啊，即间文具行呢，伫过去阮咧读册的时阵，啊，即个头家伊真会晓安那做生意。啊，每一遍伫咧做生意的，拢徛伫门迄台遐，真欢喜。然后有人去甲交关的时阵，啊，即个头家伫迄台遐真亲切。侬你好吗？你需要什么吗？安尼一直真亲切，安尼在讲嘛。啊，若有即个客户有需要的时阵，拢会甲问。啊，物件放伫倒，伊拢记伫伊的头壳内底。我物件放伫倒，你去哪找？啊，去遐找，真正找有，真正找有。即个头家伊是安那认真经营的。兄弟姊妹，牧师看到即个信用文具行，我搁一遍搁倒去学校的时阵看。哦，迄间文具行啊，愈开愈大间啊，愈开愈大间。我伫遐就伫咧思考，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你有咧经营你属灵的生命。既然希伯来书有讲着，主耶稣是咱的救赎的时阵，你有咧经营你属灵的生命。信用这个头家，伊真会晓经营。你甲伊问啥物，伊拢知影啥物话放伫倒一个所在。兄弟姊妹，咱对这个圣经的中间，你若无认真去读、认真去阐明的时阵，你有咧搬点你的信用，你有去记上帝的话啊。有时咱拄着这外教派，伊咧应付咧对话的时阵，伊若甲伊问，啥物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证明三位一体的上帝互我看。因为真侪遮言论爱你去证明的时阵，你要安怎去做？牧师今日用这个例，甲咱做伙来分享，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爱常常读上帝的话，过属灵的生活。伫这个混乱的世代的内面，主耶稣要通过上帝的话，成做咱每一个人的勉励，互咱有喜乐的人生，互咱有丰盛的人生。所以希伯来书10章的24节有安尼讲：爱彼此相顾，激发疼心，勉励行善，而且啦，唔好停止聚会，唔好停止聚会。上帝互咱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咱伫这个大的家庭内面，咱爱常常造就咱家己，亲像这个头家伊真会晓做生意，人来甲问啥的时阵，伊就安那，伊就会晓甲你答。你是一个基督徒，咱嘛是安尼。咱要人传福音的时阵，咱若对咱的信仰无了解、无清楚的时阵，咱要安怎去传这个主的好的一个信仰？毋通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好的见证，因为咱的信，
内底着人民无稳定，上帝也及时在帮助咱每一个人，互咱过着喜乐的新人生、丰盛的生命。咱今仔日在传播咱的长老，伊在讲的真情部落格内面有一个奖章，牧师真爱看遮的人因的生命。奖章伊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你看伊过去的时阵，奖章伊过去的时阵伊还未信主以前，伊是行伫黑暗路的顶面，无受祝福的路的顶面。你若看到伊的一生中间，伊若要去娶某，可能无可能啊。若知影伊的过去的时阵，可能无人要嫁。过去真济伫伊的行为的顶面表现了非常的无好。伊甲真济女的怀孕生子，而且做真无好的事。总是当伊信主了后的时阵，伊开始知影伊亏欠上帝，伊努力来传福音，伊行伫主的路的顶面。后来上帝祝福伫伊的身躯，互伊阁娶一个真水的某，伊的某才非常济岁，甲伊做伙服侍上帝。咱人咧甲问讲，你哪会要嫁即个人？哪会要嫁即个人？因太太讲圣经中间的话来帮助伊。当开始的时阵，伊知影伊的过去，伊都无法度接受。但是伊伫伊大家看到圣经的话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间人无有一个义人，人拢亏欠上帝，人犯罪亏欠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因为咱的信来得到永远活，咱知咱的一生的中间有上帝来的稳定，上帝来的帮助。咱是过去的日，咱就过去就过去，新的开始，我们走新的生命。就今仔日，咱的中间有小儿的洗礼、生命的洗礼，甲健身的遮的，因为一生内面是一个新的开始。既然新的开始的时阵，咱对上帝所领受的，要因为咱的信得到永恒的生命，咱认真行上帝路，才有法度得到上帝来的平安、喜乐甲活命。咱做伙拍头。是阮遐个主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我感谢你通过主你的话语，互阮对主的话语中间来阐明主你稳定伫阮的中间。主你是大的祭司头，你伫阮的生命中间。阮过去的时阵，阮行伫暗的路的顶面，总是主你成就上帝的旨意，你使伫是未改变。主只是一个祝福的稳定。主，阮领受了后，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更加爱结连伫主你行生命的道路。愿主你会当帮助阮，引带阮，祝福阮，阮一生的路上伫主你带领下面行伫稳定路的顶面。主愿主你使阮祝福伫阮所有同工兄弟姊妹的心中。阮安尼祈祷，靠主的名。